我是吕少文。那今天我会依时间顺序来介绍我比较完整的艺术作品。那上面这个是我网页的 QR code， 我大部分的作品都在这个网站上有比较完整的档案来介绍。那因为蛮多作品都可以讲很多东西的，可是时间关系，今天都只会很简短的带过，主要是分享我的整个创作历程，来提示我所探索的东西。那如果之后大家有对其中什么东西感兴趣的话，可以之后再深入聊聊。那今天的这个题目，是我刚好找到之前我改的一个梗图，是从浦泽直树的《怪物》这本漫画里面蛮有名的台词改写的。那因为这个台词的原文，也很呼应我一直以来的创作所探讨的一个性质。那这个最后我也再补充说明。那 ADD 是注意力不集中症候群的缩写，在这边它只是作为一个比喻，我并没有真的去检查过，只是它有很多症状和现象，跟我经常的状态还有创作的样子都非常相似。那原本我对于艺术创作的认识也都只有绘画、插画这些平常我感兴趣会进行的东西。那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作品，就是我刚接触到一些比较当代的概念式的东西，这些跟我原本认知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是所尝试做出来的第一个作品。那画面上可以看到，就是它是许多的纸船在湖里面嘛，然后每一个都有用鱼线跟这个柳树的枝条一条一条的绑在一起，然后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然后可能有一点诗意的画面，但是在它看不到的地方，其实有非常多很麻烦的作业，比如说它就不是直接绑上去，然后放在湖里面就，因为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它很快就会被打到岸边，然后船会倒掉，然后线会打结，就像垃圾一样在那边飘。所以它其实是每一个船下面都有绑一个重量适中的，就是刚好的石头，然后做的时候是先把线绑在柳树上，然后像抛网一样的把纸船抛到一个刚好的位置，让它不会相互打架，然后不会吃重沉到水里，也不会轻易的就飘走，才可以有一个自然的画面在那边长时间的展示这样子。好，那留下。好，那有点卡一下。好，那这个我直接讲啊，就是好，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是会习惯性的以我兴趣的插画方式来面对创作，所以里面的一些转译都还是会相当平面，然后比较直线这样子。那这两个就是我当时同时在做的一个这个立体的折页书，以及一个逐格的那个叫幻灯片式的逐格动画这样子。那接下来这个作品是一个在思考关于记忆的一个作品。那它就是有许多这个我小时候的照片，然后将它黑白输出到可以上色的纸张上，然后撕碎之后让它交错在空中，错落在空中这样子，然后背后有一张大幅的空白水彩纸，前面又有那个装满颜料的水枪，那观者就可以拿水枪去射击这些照片的碎片，然后那个颜料就会渲染在后面的纸张上。那它主要是它这个作品是在思考，就是关于记忆啊，其实我们对于记忆都只是片段式的点状的，但是当我们需要一个完整的回忆，或者需要一个叙事的时候，在这些点状之间，其实都是经过时间啊，经过许多外在的影响所产生的填充。对，大概是在思考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这个作品是模仿传统的料理教学影片，但是里面的材料都是从便利商店的食品中取出来的，比如说是买咖啡附了糖包，去买一杯咖啡，然后拿它的糖包啊，然后从饭团把它蛋皮取下来啊，然后从干面把它肉燥取出来，从沙拉里面把
甜椒的碎片拿出来这样，然后再把这些从里面慢慢挑出来的东西做成总共有3道，就做成一道一道的家常菜这样子。好，那这是一个声音作品，那它是关于安平追想曲，就是我是去安平当地，然后去询问许多那边的人关于安平追想曲的一些相关的故事，或者是我们比较不知道的事情，然后我将这些录音呢，拿回来，然后编辑。那编辑的方法是我把它放到这个音乐的编辑软体里，然后将它的这个音波，那叫什么？音频的那个形状，把它拉成尽量的幅度，把它拉的尽量跟这个安平追想曲原来的歌曲的那个音频的样子相似。那因为我对于音乐的编辑相关的知识其实完全没有，所以它就是一个非常视觉式的速写的方法，就是我只把那个安平追想曲的歌曲的同样时间的一段音频，就一段一段截图下来，然后就在里面慢慢把它拉得很相似这样子。那在这个完成的声音作品里，其实总共有三个部分，一个是刚刚讲的这个经过编辑的录音，然后一个就是安平追想曲的歌曲。那因为这首歌有很多人翻唱嘛，所以在这个作品里有3个版本，不同版本的歌曲。然后第三个是就是我去访问完之后，在访问里面有提到的相关的地点，在那边敲锣所录下来的环境音还有锣声这样子，然后将它交错变成一个完整的声音作品。那接下来这个作品是一个关于公领域和私生活的一个作品。那主要是我去城市周边的这个公共设施，然后去做一些自己居家休闲生活的动作的行为表演这样子。那当然这些居家生活又跟比如说街友他们需要这些公共设施来生存很不一样，就是比如说就是我是在那边铺桌巾啊，然后喝下午茶，然后睡觉的时候还要换睡衣啊，然后会在这个布告栏上面挂我的全家福。然后洗澡的时候虽然是用公厕的水龙头，但是就是还要洗脸，然后用沐浴乳，然后用大浴巾擦身体，这样就是这样子一个行为表演。好，那接下来的这几个作品是跟当时的状态还有环境比较有关，可能先跳过时间上。那接下来这个作品是一个录像作品。影像作品就是一个影片，那在我的网站上有完整的展出。那它主要里面有三个东西，一个是旁白，那旁白就是在讲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是从这个宇宙大爆炸这个创世的学说假说模型里面。从这个假说模型，我自己去把它改写成一个像童话故事的样子，然后里面旁白就是在用说的方式讲这个故事。那另外一个就是字幕，字幕就是虽然是我讲的东西的字幕，可是它不是像平常我们看到的字幕那样逐字稿的方式，它是在解释我所提到的各个词汇，所以会有的时候很多字幕爆炸出来，有时候很少。那到后面会越来越少，因为它是。就是他解释过的词，后面再出现的时候，他就不会再有字幕。那第三个重点是后面的这个雪花画面，就是它从头到尾的背景都是那个电视坏掉的那个雪花画面。那会使用这个雪花的杂讯画面，是因为在当时我看到一个说法是说，这个雪花画面啊，其实来自于就是从宇宙大爆炸。所残留下来的这个微量辐射的干扰，才会造成这些讯号的干扰，然后才会产生这些杂讯这样子。然后再来，这是一本百科图录。那这个百科图录里面所收纳的都是各种名词。
那这些名词都是我们平常会使用、平常会看到的名词。那但是它的内容呢，是来自于我对于这些名词的去搜寻相关的百科里面它的定义，以及我自己的经验，还有一些想象，将这些东西融合在一起改写的。那这些内容会出现在文字里，也会出现在图画里，那就是有一个交错的关系。然后每一个词的编排也都是有关系的，就是前一个词跟下一个词，它都有一个游戏规则，只是这规则比较复杂，可能来不及解说清楚。反正它就是有点像接龙的方式，然后让它整本有每个词之间产生一个网络这样子。那第二个有趣的就是这本书的外观，可以看出来它长得很奇怪，就是它是结合许多异材质，然后重点是它的装帧方法是叫做科普特装帧。那这个装帧法，其实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装帧法，可是它在手工装帧的时候，只要不把书背给贴死，它就可以一直不断的装帧下去，就是可以一直加页、加新的台数上去。所以透过这样的形式，还有刚刚这个内文的游戏规则，就可以让这本百科全书变成一本永远不会完成的百科全书这样子。都还没讲。好，那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就是其实我还没有画完的一个漫画，但因为它跟我现在正在做的一个比较大的绘本的计划蛮有关系的，可以算是它的伏笔。内容有点先跳过了。好，那再来这个是，再来这个是一个关于书的形式书的形式的作品，就是因为大概在这个时期的前后会发现，就是我对书这个媒材开始有一些钻研。应该说我在这个时候，应该说书这个东西我一直都很有兴趣，只是我到这个时候才发现它，对于我在探索的东西，其实是一个相当适合的媒材。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对书的本身的性质和形式有一些研究和发想。这样，那这是一本中式装帧的书，那可以看到左上角它那个中式装帧碗的这种方法，装帧碗的图形会有点像山脉。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可以看到它的内页有许多明显的折痕。那这些折痕是因为在这个折纸的术语里面啊，凸出来的折线叫做山，凹进去的折线叫做骨。那可以想象，就是一张纸，如果正面是山，背面就是骨，正面有山的折痕，那背面的折痕就是骨嘛。但是在这本书里面只有山没有骨，因为如果知道因为中式装帧它有一个特征，就是中式装帧的每一页其实都是2张纸对折在一起，所以我就运用这个形式，把这个骨都藏在内侧，所以你在翻页的时候看得到摸得到的都是山的折线，然后骨都在看不到摸不到的内侧。那内侧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是这些铅笔线，那这些铅笔线就是曾经在我生活周遭的山，或者是我去爬过的山的等高线图，大概是这样。这是我在大烟囱驻点的时候做的作品，先跳过好了。好，那再来这个是一个是一个关于科技工具的思考的作品。那它是一个有点像皮肤的一个手套。那这个作品的发想概念主要就是，我们现在人的眼睛啊，就是视觉器官。如果用一个线性的历史去思考它的演化路径的话，它最早可以退到就是蚯蚓的皮肤，就是蚯蚓的皮肤是我们现在知道的看到的动物的器官里面最原始的一个感光器官。对，那我们现在用的相机啊，它最早的对，然后蚯蚓它就会慢慢演化嘛，变成比较复杂一点的器官，变成响尾蛇啊，然后可能鹦鹉螺啊，然后再慢慢变得越来越复杂，然后变成像人类这样子复杂的眼睛，然后可能还有其他动物有更先进的眼睛之类的。那在
那相机，我们现在用的相机啊，它最早发明相机的时候，它其实也是参考鹦鹉螺的眼睛的结构去设计出来的。所以这个作品，我就是在想说，那如果因为比鹦鹉螺再早可以推回蚯蚓嘛，那如果我们把相机最早的再往回推到一个跟蚯蚓对应的发明的工具的话，会是长怎样的？对，那这就是一个，然后再透过一些功能和细节去呼应这个概念，所以做出了这样子一个化石的雕塑，对的身体物件这样子。好，多久？好，然后这是一个，因为我在我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去摆市集，那我在市集里面，有一段时间很常看到试演会这个东西，那这东西我其实蛮有兴趣的，但一直都没有做过，所以这个作品是结合了试演会跟书的形式去做的一个作品，大概是现在。好，那刚刚有说就是我一直都有偶尔会去摆市集嘛，那我在市集里面做的卖的一个主要的东西就是我自己做的一些很奇怪的帽子这样子。那但是我一直以来会把这个我不同目的的创作分得蛮开的，就是比如说在市集要贩售的作品，跟我刚刚分享那些我平常做的艺术创作，就是会蛮独立的这样子。但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结合这两者的形式，所以做出来的这个作品叫做天线老高。那它有时间看，好像没什么时间啊，好像好，那我们看一个它完整的样子。对，好，那大概就是这里好了。好，没关系，我只是看一下，后面没有走出来。好，可以看到，画质好差，好，没关系，就是它它主要就是上面有一个这个毛线的雕塑嘛，毛线的软雕塑的一个头盔，那它其实是一个天线的装置，那它后面有一块电路板，可以让这个装置接收到周遭的电磁波的声音，所以戴的人就可以从耳机里面听到电磁波的声音。那它透过一个游戏规则，让参与者在他选取的区域里面走动，然后寻找一些东西。那在走动的过程中，就用手上的腰上绑的这个画板，还有铅笔，去把你听到的电磁波记录或者模仿出来。那铅笔上面有一个录音装置，然后就会把这些声音，把你模仿的声音录下来。好，我们还是回到，好，这个是，不见了，拍谁？好，对，那对，所以那个录音的部分就会是这个作品的档案的记录档案。那在 Spotify 上面就可以听到关于这个作品的档案记录，就是有在上面。对，刚刚那个就是在网页上也看到这个完整的形象影片这样子。最后这个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一个比较大的创作，对，做蛮久的。它是一套的绘本，它叫做系列。那这绘本的主要的形式是里面它只有两种类别的角色，一个是神，一个是动物。
对，那里面出现的神的名字就会像第一本这本的上面那个念不出来的东西，对，就是会有不同，每一个神会有自己的名字，那它的名字都是念不出来的。那第二个就是，那动物的部分就会是像代号一样，就是动物 J 啊、动物甲、动物 A、动物3、动物4这样子。那在里面就是透过这两个非常不一样的存在的逻辑，然后透过他们这些很怪异的行为去建构出一些故事和叙事，但是透过这两种形式所要背后真正要探讨的其实是人的质地，就是因为读的人读的一定是人嘛，所以透过这个反作用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反作用去描述关于人的质地这样子。那这个作品就是我在今年年底会有一个发表和展览，就是可能会在江山艺改所，就是到时候大家可以再来，会有比较详细的发表。对，那最后就是最后提出的这个总结啊，其实不太算是一个研究主题或是核心概念，而是借由我这一连串创作的脉络来给出比较鲜明的探寻的话，大概有2个关键，而这也恰巧都出现在这个六祖慧能的诗记里面。虽然我很多时候都很赞同这句话，但是这是一个完全的觉悟，是看得到吗？还是就是这一句话是六祖慧能的那个，就是很有名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那虽然我很多时候都很赞同这句话，但是这是一个完全的觉悟，是无法被讨论的。目前我也觉得我应该永远达不到这样完全的信念。但我真正好奇的是，既然都是虚幻或空无，但树为什么可以是菩提，可以是觉悟？为什么又是明镜台，可以代表明心见性？那隐喻为什么隐喻？分门别类又是从何归纳的？那这不是对于前后文或是故事脉络或文化解释，或是符号学等等的追问，可能包含但不仅于此。而是这样的暗喻或寓言里更加自然的，更像是质地的东西，有可能更接近、更靠近一点修辞学或风格学的样貌，但我也还不知道要怎么去框列它，所以可能以更超越、更流动的范畴来欣赏、观察或与它互动这样子。那另一个重点是关于空缺。这个空缺就是比如说我们透过语言或是各种方式来输出我们原初形式的东西，一定会有很多的稀释与变质。那如果只想表达最完整的那个纯粹的东西，这样就会讲不出话。同理，在沟通的过程中，两个人如果没有误会，没有办法正常的诠释的话，那会是完全难以理解的。所以在类似的状况中，就会自然而然，或者说不得不，或者有可能经过设计的，出现许多让位的空隙，以及对于元素的空缺。那这2件事其实某部分来讲，可以算是同一件事，可是唯一不同这样子。那最后这样的好奇，可能也就是在怪物这本漫画里面出现这个没有名字的怪物，这个会就是我的标题的这句话，会吸引我的地方。那因为时间关系，我没办法讲出的故事的剧情。那大家上网找应该找得到，就是叫没有名字的怪物。但是他要讲的是，因为漫画里的情节和风格等等目的的需要，所以这故事本身会刻意有一些黑暗或恐怖的色彩，不是那种吓人的或血腥的，就是看了会恶心的。但如果暂时忘记